为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讲知己说知己，国情啊，我知啦。你上知己的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岩，无唔对。阿国岩逐工讲甲你开讲拢无咧做节目，无影。人节目拢咧劝人做好。迄天我听伊讲一站，咧劝遮北肚边有淡薄仔卖粒啊，算好野人，日子较好过。唔通人看着对迄个不法的场所去，若得去交警，看人咧伊，看人咧搏，你就开始踮边仔目睭眯眯看，伫咧烧骹捏手。朋友啊，即句是台语的成语呢。烧骹搁捏手，意思就是讲吼，安尼国情头拄啊表示虎视眈眈，敢若一直上，一直咧传讲当时换我落场的意思啦。阿国兄咧劝讲你踮边仔咧烧骹捏手，传要地。等讲外骹迄个那坐条的椅仔拢唔爬起来的时阵，你免烦恼，人两手牵猪。啥叫两手牵猪？我今日无要讲一句，讲你若开始伫咧演，开始迄个表情，你想要往哪移惨落的时阵，边仔人就开始惊我来甲你抱骹松手咯。吼，天地互你啉，过来牙医也互你坐哦，甚至讲甲你掠铃都会哦。啊，啥叫抱骹松手？这原来台语的成语4字，原来骹第2字，手第4字，甲你抱骹，佮甲你松手。若讲较白啦，现代人咧讲就是抱抱摊摊啦。即马吼，你安尼足兴，足急要医的时阵，内底无人要互你医，叫你讲小等下小坐一下，人外骹还未爬起来啦，就是雕工要甲你成，成互你演。好啦，真正的外骹讲，伊到遮吼，原来差不多啊，来换人。伊也为坐咧，你钱啉出来要地时阵，这毋是国情阿讲的，我无遮够讲节目哦，这是阿公兄伫伊的节目中内底咧劝人，讲你钱真正啉起来要甲地时阵，好野人啊，好野人，有诶一暗家伙缀了了，跋了了的满满是，甚至有迄个连锁店的头家，迄暗暝过灯工早起，连锁店的看板权利爱写互人，因为一暗输几千万、输几亿的都有，人个交警甲你伸骹出手。有诶较歹心的，就是安尼，无论豆啊啦，还是讲麦巧克啊啦，拢已经做记号，甚至斗电啊啦。所以总讲啦，伸骹出手的代志，唔通无提防。啥做伸骹出手？伸骹搁出手，若讲白话上土的，就是讲甲你做手的意思啦。啊，讲遐节目甲我讲咧劝人，不法的场所尽量唔通去，歹路唔通行，较有影。